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全台湾发展较慢，而且当咧治疗的囡仔拢总有3万多人。为着要帮助这些囡仔来学习，所以伊甸基金会就办体验活动，让囡仔会当甲人互动，来把握3岁进前的黄金治疗期。 教室内底热闹滚滚，这场景是囡仔伫夜市做头家，叫大家来买物件。伊甸红沙早疗中心利用课程，互发展较慢囡仔来扮演工作职业，互因会当愿意开喙讲话，甲人互动，帮助因伫学习过程中更加顺利。因会当比较慢慢来，所以因的淡薄仔像生活自理啊，无就是讲话还是啥物，因拢会当有足侪机会当去表现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这几档早疗囡仔通报人数是愈来愈多，去年通报人数3万多人。红沙早疗中心主任表示，伫疫情这几档通报案件确实有变多，逐档拢有增加，因为疫情伫厝内，囡仔欠缺互动甲刺激，才会出现语言甲社交的障碍。这2、3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囡仔拢关伫厝里，较无甲社会有接触，较无甲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有互动。儿童福利中心主任表示，目前高雄市通报早疗囡仔有3300多人，有6派囡仔无接受治疗，原因可能是年岁伤细汉，还是有其他重大病症爱先治疗。社会局呼吁0岁到3岁是早疗囡仔黄金治疗期，家长爱重视早期治疗的重要性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